让我看看。好可爱哟！点点在这里，这是阿爸，这是阿梅。那这个是你的阿公，这个是阿婆吗？彤彤姐姐，你是说爷爷奶奶的意思吗？没错，阿公是爷爷，阿婆是奶奶的意思。点点，那两个跟你长得好像哦，是你的谁呀？那个是我姐姐跟弟弟啦。是点点的阿纪跟露台啊。我知道，彤彤姐姐，你讲的是姐姐跟弟弟，对不对？没错，阿纪是姐姐，露台是弟弟。那点点，你要不下有几多少人？我家一共有7个人哦。哇，原来点点家比默默家还要多人呢。对啊，我们家每天都好热闹哦。阿公、爷爷，阿公、爷爷，这个人是谁呢？阿公，这个人是爷爷。阿婆、奶奶，阿婆、奶奶，这个人是谁呢？阿婆，这个人是奶奶。阿纪，姐姐，阿纪，姐姐，那这个人是谁呢？阿纪，这个人是姐姐。露台，弟弟，露台，弟弟，那这个人是谁呢？露台，这个人是弟弟。亮亮很厉害，都记住喽。阿纪、露台、阿公、阿婆，小朋友都记住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再会。